伊的手，听伊的曲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我跟你说哦，小莲哥哦，他真的很行哎。他上次啊教我洗大肠啊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洗大肠哦可以用筷子哎。还有啊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最帅吗？就是他炒菜的时候，哇，好迷人哦！而且啊，炒出来的菜啊又很好吃哦。幸亏哈，他这一次的伤哈没有什么大碍啊。要不然哦，就惨了。我想再过一阵子哦，他的伤口应该就可以痊愈了。瑞美啊，你真给暗中一小莲哦？好奇怪哦，他好像哦有一种魔力耶，越是跟他相处哦，就越喜欢他哎。其实啊，他这一个人哦，就是喜欢吹嘘啦，喜欢亏人家。要不然啊，他应该是一个很善良、很体贴的超级好男人。稿子啊，你是怎么了？我发现哦，你一连好几天哦，脸都好臭哦，都是这个苦瓜脸呢。哼。哎呦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这样勇敢大方的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哎。像我啊，什么都不敢说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呢？是谁啊？没有啦，你不要乱讲。哦，嘎子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喜欢一个人哦，就要勇敢的表达出来。万一哦被人家抢先一步哦，你就会失去哦原本该属于你的东西，到时候要后悔哦就来不及了。勇敢表达出来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但是抢先一步的人是你耶，我最要好的朋友。谁能教教我该怎么办呐？你冇事啊？哦，也迄福菜啦，也出菜好诶，迄福菜土鸡好无？小陈，你了解意思是哦？冇想到迄一礼拜做出来的菜单，3日就做好啊！应该啦，我伫头间管到推出新菜单啊，古说我既然也木头无水木啦，就管出也几份火锅菜单啊。韩国吼也随个迄牙管出来，不过吼伫尾有几份火锅菜单同贴迄咯，就像迄也吼也擂茶火锅啊，也吼迄配件全当做什么的哦。当好，不过做嘛冇用天罗来打咯。哎，唔好用天罗啦，古说一种种用写的啦。好，你就推出点几种火锅，做的准批试色嘞，试色后当做的卖哦。冇问题啦，我吼一天要讲脚盘好。列菜单啦，细细抢引去音，等试色后两面引好诶，哈。好，就咁样，冇问题，我承认很明盘吼。
经过我嘅评估哦，我建议下摆安利哦就推出新吹带就好了，不是这种方。哦。因为哦，我发现到诺贝嘅传堂哦，当地嘅流行复古风呢。佢哋哦就花一大嘅钱，老师家嘅传堂哦，改下呢 QQ 嘅用嘅啊。唔該，你看，安利嘅米蠻料，看起來就有古早味，比佢哋哦還較有味絲呢。故說我知道安利哦，就用亞白嘅復古風，重新打響安利米蠻料嘅名聲。俺們也知道啊，其實哦，米蠻料也阿連親好啊，哦。我感覺吼，一間餐廳吼最重要的吼係食嘅東西本身，還有安利老啲環境吼，望到強強烈烈嘞哦。雖然講冇排頭嘅狀況啦，咁講我相信吼，年下吼一天哦，咪叫我當翻二樓嘅呀。大家都說得很有道理耶。美滿樓啊，有美滿姨、嘉兒大姐、阿珍姐，還有小蓮師傅，哇，4個人聯手就已經是天下無敵了啦。哪還需要什麼裝潢啊？就算哈鋪個草席，大家席地而坐哈，也一定是天天客滿啦。有會講法喎。唔過大家哦，係做唔得唔記得啦。亞白米蠻料你有改呢？就係因為哦，首選食堂有影響到安利嘅實力啊。故說米蠻料唔係天下無敵，還係有一道嘅地方哦改啊。哎呦，那只是一時新鮮啊！你們看，最近客人啊，不是都已經回籠了嗎？所以啊，美滿樓哦，絕對是天下無敵。但是哈，如果可以稍微做一點點改變哈，我想啊，一定可以好上加好。嘎子，你怎麼那麼慢啊？大家都給意見了，就只差你一個哎。趕快做，換你說了，快點快點。我又冇意見啊，你留給聽就好了呀。嘎子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你也是美滿樓的一份子哎，怎麼可以對美滿樓的事情一點都不關心啊？又不止我一個，阿妹也沒來啊。哦，阿曼姐哦，今日請沒改啦，談講根本哦冇人做轉來。阿妹以後真經直直享福了呢，你看就按風行出去了啦，老米蠻料搞本安利。加油太子啊！佢因為哦師傅相信呐，還有哦，咱太子家重複聽數，錯冇？一定停嘅啦。還有哦，都是師傅嘅眼光，冇問題啦，啊！什麼啦？安利哦，一定會好好打拼，做本阿妹看。米蠻料哦，一定會更較好嘅。那，假使哥哥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透苦了呀！水面，唔免安尼啦，跟我講啊，你啊吼，裝較鬆鬆的喂，唔該，包到暗痕。全部棉在的呀，當歸呢？鬆鬆的哦。哎呐。哦，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假自己個拜託啊，照出來從誒，我拖唔慢哦。哎，你真囉嗦嘅你，我要唔對哦，我夾，我要唔對。氣象一下，你做嘛？唔是啊，經驗嘅，你做去做去的啦，反正哦，你都要，又咩冇事情做去做啊。剛樹剛腳嘅，哈？哦，一下開始嫌係剛樹剛腳了。啦，當初是我書上喺邊度賣嘅，哈！一下又冇良心嘅把人講嘅出來，我嘅命有冇安排啦？冤枉哦！我已經攞人講過青島邊嘅案子寫呢，我用嘅哈。講個實邊哦，我咩感受唔到啦，我冇請嚟看天陽哦。冇辦法感受到，看天陽，看天陽。我也要去。沒有，水明，我很期待看天陽，係因為我說那個救命恩人呢，可唔知啊，等我忙個鬧熱啦。哦，我可以保護你啊，免得小蓮哥哦又受傷了。杜後，
给钱哦，俺来出啦，你用啥去就好了呀。反正哦，俺还要写报告，莫给咱美国时间呐。安子谁哦？那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哦，差不多了啦，你做先转去啊，安嘞，吼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先跟小莲哥一起走了，哈。反正哦，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啦。啊，走啦走啦，我先走了，哈，拜拜拜拜，各位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又是你了。哦，对，先转一啊。彩姐，我去写报告了。哦，好啦，以后就交饭给老安做好了呀。家人啊，去到三山到底做乜解啊？俺看见到哦，感觉怪怪呢。你没看出来呀？以后就会麻烦那3个题呀，只有记得自家当做嚟加减的，你哦，没办法啦。很痛，你干嘛打我你？哦，很痛哎！我只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干嘛真的打了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哪有没挑事？喂，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没啊。你要跟我讲啊，不可以骗我，我们可是好姐妹哎。如果有什么事情啊，我一定是二话不说，两肋插刀的帮你解决哈。哎呦，真嘅冇事情啦。哦，你看哦。哦，你要去印尼 Q 啊你？干嘛讲那么难听呢？这个应该是说哇 Q 赞助我的零用钱呐。随便。哎，你干嘛？就小莲的事情啊，你帮了我很多忙哎，我怎么可以让你这个好姐妹破费嘛？而且啊，还让我跟小莲去看电影，电影的钱哦，我来出。哎呦，哎哦，黑 V 的要报答小莲的救命之恩。至于你哦，你是我的好姐妹啊，偶尔请你看电影就不是给高了哈。那我就跟你说一声 ，Simoni a z s e o 我再找机会哦，利用这个1000块哦，请你吃大餐。好。你下午是不是就没课了？对啊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啊，我下午还有一堂通识课哎，要不然我好想跟你一起回去哦。我要去米蛮溜了。阿哥呀。水暝啊，又开松啦。假使敢问哦，水暝啊，今日整天上去就好了哩。做嘛个每样问题啊？我就会知道吼，水暝讲的就好了哩，迄只理由，其天上有其他事情。哎呦，真嘅唔记哦，我讲伊真还是讲伊戆呢吼？呢，乜个意思啊？你听到了啊？水暝哦，佢讲叫我好了哩，迄理由啊？哼，那就对哦。按呢，你弟佢真正嘅目的係嘛解冇？古時我就講你戇啊。呢？佢真正嘅目的哦，就係你啊。哎。呵呵。东南点菜哟，啊，6三年啊，东南点菜点多啦，又身体。啊，阿娘啊，我咱介绍，点咧又新推出一个擂茶服务，那底度哈有菜有肉，6三年是差唔多，迄多的话哈包装起码唔怕。哦，真的哦，好啊，我这点擂茶服务，动手动好事哦。保证好食，你等一下哈，马上就来。
哎，那个天嘛，吃饭时间过点了，好像服务员吼，你店真係懂好的。是谁啦？哎，哦，看到店冇一桶人，会赚钱不？哎呦，我店的就没味道赚钱嘞。当初我会投资这店的哦，就是想讲一种热情，想要留好嘅服务啊，还有美食啊，介绍本人客啊，希望所有的人客来到我店的吃饭，就一种享受。唔错一下哈。哦，对。哎，吃茶。哎呦啊！哎呦哎呀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当好事啊！来呀来呀，俺子谁啊？陈医生哦，安姐，要没？吃了关冇？有需要过境的地方冇？哦，当好事哦，吃起来哈，当清爽了，冇像一般的火锅哈，有辣辣啦，哎，那个种哈，也有加哦，客家这种哈，你实在很厉害哦，一说就本事出来啊！我係大一哦，都愛吃客家菜啦。我嘅大一朋友將來吼送死人係客家人呢。其實客家菜本身就講伊係演當歡喜嘅事情啊。唔過我哋度素先食堂啊嗬，除了愛用嘅菜，唔係單淨嘅客家菜哦，還有加上嘅上海嘅味道。古時我哋度嘅傳統推出嘅菜係客家菜老上海菜創新嘅味道。好吃哦，當重要啦。那個貨哦，哎，特別有好吃哦，我一定會帶東東大人來對下吃飯呐。佢就什麼哦，分享我帶東東嘅朋友來，哎呀我哋度啊一定會推出千好嘅美食俾你哋食。好，下拜晚安樂事哦。安子生，佢就慢用哈。好。因為硬度好呢，數錢食湯記得推出嚟火鍋系列，哪裡強用？還有啊，你最特別咧，擂茶火鍋記得沒有呢？比較你先行一步哦，係驚對我哋前不利啦，因為其實個記得強每個人下，拍唔來到我哋啲啊。哎，有沒有要張傳單啊？哦，還講你又就去首選市場了哦。哎呦，那是外面人家發的啦！我剛看到的時候也是嚇一跳啊，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情？小蓮哥怎麼辦啦？哦好，哎師傅啊，佢唔知道人嘅菜單咁樣怪怪啊？俺頭先咪叫我研究出把新菜單咩？喏，冇信心嘛？啊。信心。係啦，師傅，太子講嘅冇唔錯啦，係對人嘅新菜單真有信心，因為地度有傳統嘅，咩有創新嘅客家料理啊，真貼片呢。係啊，我咪感覺係咁樣咧。啊，既然咁樣就唔識食啦，俺就照了同樣嘅新菜單出去就做得了。係嘛？係講福建傳統嘅菜式，會唔可以做？俺就冇料理好做了。我客家菜有幾百年嚟，就係幾樣天咧，福建傳統嘅，係做得出佢自家口味。啊，自然就培養出一批愛食嚟口味嘅人啦，唔講錯嘛。師傅，你講得冇唔錯啦，今日是幾天用就用新嘅菜單啊，留給蘇先生同埋變數呀，好。小楊哥好有氣勢哦。師傅。新嘅菜單，唔講其他嘅菜單啊。其他啲行過啦。哦，錯啦。係啊，有咩錯的啦？小楊哥，你今天很奇怪哎，你到底要跟我說什麼啊？啊？
水明，家呀吼，迄个外公的话，汤的无欢喜的话，你不要介意啦，咱无法医啦。啊，算了啦。家呀吼，迄讲外公的话吼，有得胜的地方，俺先让非常厉害的啦。小莲哥，水明，我想要先讲清楚一件事情，怎么下摆学了你家好，又莫该误非三神啊？水明，我心肝都已经有中意的人了。那你喜欢的人是谁啊？主黑。你昨天那么早走，阿祖没有跟我讲一下呢啊？我又不是你的员工，干嘛跟你报告啊？很英勇啊，口气干嘛那么冲啊？我是关心你哎。海 C 啦，又不关你的事，我不应该迁怒你。有啦，小莲有喜欢的人哦。黑马啥？说嘛该按着空啊。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是替你担心哎，你看起来一点不难过啊，也不像失恋的样子嘛。感情的事情又不能勉强，反正我努力过啦，这样就够了啊。你真看得开哎。看不开又能怎样啊？好啦，等一下下课呢，买枪也可以吃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看电影。今天你不管要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好，安子 C 啦。友情哈还是比爱情可靠多了。没错。对啊，你刚刚说小莲已经有喜欢的人，是说？他说他喜欢的人是你。唐控米满人没有推出客家货包个？哪没有谈讲啊？也吼根本做学完你的呢。哎呦，无你的哈所有的货包全部打6折好吗？你的所有全部是新货的呢，佮打6折，根本就收唔破啊。你妈建议诶？你传统吼，搭战些开销，就比米满了多同多啊。故说还是适当用大家吼来相信他，无乜个意思拍吧。终究吼，因那部分的衰问题吼，我全部算高级的啊。做唔得，你劳动银行生唔出来。你的传统很多数线系统，不管是总房、房屋还有市场，一天都要用数线来这样做的。你好。歹势哦，我就还蛮开始面验呢。唔係，我係入個衛生局食品科嘅檢驗員。我呢度冇數到嘅檢驗嘅同事啊。係安尼啦。用嘢喺同喺度反映啊，講有都要用上過後啊，發生啊是否衝突嘅情形。有乜用呢？你係咪誤會啊？我哋就係避免一個誤會，所以呢，今日讓我登門拜訪。你做嚟講一下你喺度嘅廚房喎。小陳，帶幾人去廚房。好，入去。叔，大家有谈过嘛？佮首选食谈过嘛？食物中毒呢？还讲哦，佮省里听说要输了养药，冇听说过，连点你都冇办法开。哈，有啊，佢都掌柜冇祈求诶，想唔到我发生咁嘅事情哦。哎呦，推来个甜食哦，看湿又看热，一冇注意哦，就一天会长细菌嘅啊。故说，你做传堂嘅哦，一定会注意环境嘅卫生，还有哦，给买个食材哦，一定会吃啊，安尼这样做得错嘛？错噶，师傅，唔讲啦，本来哦，唔要用个火锅捞去冰熟呀，但份也好，唔是冰的啦。
佮店名就忙出来，咁一天的首选食堂，有冇？你都有堂弄给首选食堂？第一啦，食物中毒做嘛？哦，消息传那么快咯。哎，唔记咩做嘛啦？有点奇怪。无啊，哪有啊？家子啊，阿水明就有看嘛？无啊。啊，无同团人啊。其实嘛，搞老爱叫我转咯。啊，今日我同阿莲姑好做料理。哦，嘿啦，水面哦，我挨老太家讲，医生讲，最近哦，伊学校嘅事情较多，较无闲，故说伊今天爱暂停料理课啊。最近啊，伊应该唔会过来下年不卡的啦。啊，冇错啦，发生青春了嘛，就出透好了，好嘛？嘿啦，阿妹，咱呢唔爱去读书了吼。做忙咯？无啊。你三尾小鬼都伫咧变忙啊鬼啊？无啊，无事情啊。老师同阿妹讲，阿水米做嘛个突然间决定讲无来做料理，同阿莲姑有关系啊？哎呦，阿妹，你没敌咩？伊哦，本来就系因为小莲的关系，怎会讲爱学料理啊？啊以后佢讲无爱学咧，当然咩系因为小莲的关系。哦，啊，那事情同有关系冇？跟迄记录嘅事情呢，啷个有咩关系啊？你阿兰爷讲我错呢，子孙自有子孙福，唔免阿妹管。不过阿妹相信哦，你对感情的事情决定处理得当好哈。马啥讲啊有感情嘅问题啊？哎，好啦，无感情的事情就好嘞，还加读书，阿妹莫吵哈。好哈。我和小莲，这样应该算是两情相悦哦。不过我有老师咪讲过咧，我一定唔会中意小莲嘅呢。安尼一下，哎呦，烦死人了啦！哎，水明。啊？你根本也冇去美满了，合作社是好了呀，有都不卡是偏懂了。你的偏懂。哦。哎，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失恋了。啊？你失恋了呀？干嘛来洗这些事情啊？昨天啊，小莲哥跟我说，他喜欢的人是嘎子。隔壁不应啦。好。哎，顺明。不要难过呢。松该讲小莲哦，没有眼光啦。哎，说啊，跟嘎子第二件事情啊。我今天跟他说了，他发誓说他不可能喜欢上小莲的。因为按复杂呢。哦。哎，讲咗来，佢唔可以来。那是啲唔难过的种啊！你的问题怎么跟嘎子一样啊？难过一定要表现出来吗？没啦，我係看人哦，啷講啦？問到心肝肚哦，要搏拼呢，黑牛嘛還不高興哦，你要發洩出來啊！我冇使用啦。啊，可是我就真的沒有很難過啊！我後來啊仔細想過了啦，可
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把感情完全投入进去，姑嫂只有一点点遗憾。再说我蔡瑞美，好歹也是一枝花啊，学校里面的男生好多人喜欢我，一个小莲哥拒绝我，怎么能算是什么打击？走，你没算一枝花啦，哎，你们爱你这样都好的啦，不过有一点问题，假使讲假使今年有个叫小莲风啊，看你弄啥？我会祝福他们的。真紧啊，该啊？真紧啊。哎呦，没想到你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按成熟阿 Q， 谢谢你的赞美啊。不过我比较喜欢实质的鼓励。你干嘛呀？安慰奖金啊。那隔壁都不会给吗？安慰奖金啊？隔壁不够啦，我现在失恋，我需要安慰一下。跟同事的人讲啦。结交了。你要把小心了。真紧啊。那看看。我来本讲安尼新菜单设计都用的。不过佢有提加种东西呢。唔会快你按拄好哈，阿爸老豆豆嘅看法就咁样呢，建议安尼用茶来做菜。其他啲日本佢嘅中华料理用多多茶餐呢。日本人轻重一生，吃到佢讲意思啲，会很吃苦啦。你看起来阿爸过得以后呢，感觉按久嘞，没有享受哦。阿你呢？阿妹亲地足啊，有伢三妹妹陪我，就先幸福诶。个阿姐姐，虽然家嘴今日时常转了没。阿妹俩亲手这件事情，还不用怕。哪个事？你要终身太师啊！总唔得讲阿妹老古板咯。阿妹认为一只小妹过较强，没有家人，2-3年大病，总比1-3年大病过好咩？唔过阿姐姐拖冬菇，佢2-3妹真好。阿妹呀，你们是凶案多啦。然后一定会打算的呀，好吗？打算乜嘅？一生也冇嫁。真唔起啦！做得做人嘅妹就已經當幸福了呀。我就係以為太過幸福了啦，故說我真唔盼得按照就家頭度。咁講意思，唔給你把同我苦痛咯。你真唔盼得苦痛我。好嗎？娘。同阿家子咁樣，黐乜細奶啊？歡喜啊！我來講，做乜嘅變成強威對人嘅菜地度，點樣都大腸桿菌。你阿媽嘅，我每一次人講，廚房嘅清潔，菜有齊冇齊，你係輕鬆嘅話，假使牛仔鬼天來發，根本發生一樣嘅事情。冇聽說嘅菜本上都冇齊啊！黃叔頭一天免解到廚房嘅問題啦。菜有齊冇齊，點咩樣嘅問題啊？床上送菜了有齊冇齊，唔就唔知按樣送上一本嘢他身，按樣嘅做的。你按樣誒，即刻好好檢討。冇啦，我剛好追尋食譜啊，看到他們有特別的菜做的那個貴料。那什麼時候辦試吃宴啊？不要忘了通知我哦。不會啦，試吃宴剛好一定請唔來啦。那等一下沒事，我們一起去吃冰。最近泰嘎為了新菜單的事情就請某韓啦。小蓮妹一天親手吃一周，要吃冰我們自己去就好了啦。問小蓮做些米蠻了啦對啦。
假使讲无唔错啦，我讲我先找你听书会，你要去啦。吃冰又不会花很多时间，一起去啦。唔怕啦，我先找你听书会，你要去啦。哦，拜拜。小杨哥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啦。干嘛不找人家吃冰啊？啊？吃什么？吃冰啊！啊？什么？吃冰啊！吃什么冰啊？哎，你刚才干嘛那样对小莲啊？我哪有怎样，还不是跟平常一样？才不一样嘞！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说他喜欢的人是你，姑嫂你？我当某中一给。哎呦，其实你喜欢他也没有关系啊，这也算是两情相悦啊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小莲这个人很不错哎，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在一起的话，我也会替你们开心的。问题是我对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！你不要乱配对啊！嘎子，你真的不用顾虑我的感觉啦。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样啊，喜欢哦就要好好把握。啊，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，我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得到幸福啊。好啦，滴嘞啦。哎，好朋友哦，就是什么都可以分享。来，我们交换吃。啊？哎呦，不要啦，你的冰都融了。哎，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分享嘛，那么急要干嘛？哎呦，不要啦，我的还我啦。不要。哎呦，那是我的哎。不管。保姆哦，真给买到1号呢。真的啊？嘿啊，哎，阿妹啊，我之前到御花园哦，我有好哦，阿爸教我的。今天阿不跳，我就来大显身手一下。啊，看来我本嘴脑杯哦，好经验，还没清楚呢哈。嗯。哎，李小姐。李小姐，很久没见了。嘿啊，安都好。要给我黑俺跟阿妹啦，要黑李小姐首选食堂给调噶。哦，原来就李小姐啊，阿英哈。哦，我上堂那家就讲一样事情，我冇想到安好生，就做得壮观，安太健壮啦，冇简单的哈。阿姨，你听我学落的啦，其实我没冇安强，假使迄强的话，就冇去传堂跟人学生中途了。你说实拍冇要紧咩？汉摆还注意到就好咯。我们希望伢吼夹夹还夹到营业吼。阿姨，唔惊我创业顺利哦。俺两间传堂啊，风格冇相同的，口味咩冇同样，自然就会吸引当多人啊，系嘛？我再讲，俺用良心的竞争，咩真好啊！俺做得过3万块大饼台嘞。做青岛米食，分青岛人下过来传堂食，俺有没有听哦？懂吗？有人来面慢就做做，还没做得搞分青岛的意见，对吧？李小姐啊，你有闲哈，来面慢来吃饭，打坐过没有啊？阿姨，你实在很快乐哦。好啦，有闲来一天回去，到时就搞邀我了。啊，唔会啦，啊，家姐哈。分享嚟坐。喂，生意地位啦。哎，家子。做乜嘅啊？
挨花人讲啊，挨无花人讲。等一下啦，还是，让你吞书啦。犯癌啦！哎呦，犯癌！哦，难怪你最近很奇怪啦，我爱小老百死呢，没想到安尼两情相悦哦。马上来两情相悦，犯癌啦！老板做的，先那个安尼两情相悦，犯癌，冇一百，万唔万？唔万，唔万，算嘞。啊？喂，我。考你下摆吼，还敢玩乱来？哎呦，莫上来正经被虐待头，你有没有终于打死了上李暴君？事情，你看，那有成功的啦！有成功？有成功啊！哪有多少班？哎呦，做马路还冇人太细神啦！阿妹，唔好做阿婆呀！啊，有成功的啊！阿妹，你看，那有成功的，这几年嘞，我做阿婆嘞。哎呦，神明保佑啦！走，哪有做阿婆的有孙的啦？哎呦，个生意都冇乱动嘞啊！神明保佑啦！俺做阿婆嘞！哎呦，好嘞啊，我问下。盘嘞啦？等下，盘呢？按子谁？唔是客气啦。家人，唔关事，我嘛该哦，哪一天我东亚旁边啦。快！赶快拿出去啊！好。台姐啊，你有听人讲过无？爱情哦，最重要好色的美色享用啊，都追求最好色的事来设计啊，你莫过去哦，你是不走的哦。有赏味期限嘅愛情哦，哪吒冇遺憾呢？不過哦，個酒吼，係熱冰熱血，啊，唔過總要打開了，打開就要啉哦，咁我摕大蒜，係嘛？我大蒜的。哎，你就很妙哎哈，今日講嘅話哦，一腔流撇嘅意思哦。你睇得出來，俺今日講嘅含義啊，按就好咧，啊？家人，唔關事啊嘛，係啊，哪一天我東人旁邊啦。做嘛做按澎湃咯哈，乜家吹都有啦，山珍海味啊，今日做啥啦？火鍋啊，喺推薦的新菜咯，啊，還做盡量有五十億啊！等清久誒！呀，個朋友啊，還真是喺你米滿了哦，最輸到分享嘅招牌菜了。係啊，米滿了，做啲行到今年啊，感謝太子家，真係。特別感謝你啊！講緊來飯哦，我真係感謝你咧，叫咱莫要按乖按講，本來做事去。我感謝兩位阿妹，你要感謝我好朋友嘉欣，好咯，咁嚟喲。哎，今天不是要試試菜嗎？怎麼變成感謝太妃啦？哎，所以冇亂講法啊。啊，雖然講冇錯啊。
大家尽量就示范一下，不管意见了，哎呦。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什么意见呢，因为这所有的菜都懂好色嘞。像阿珍姐的点心吃起来让人家有幸福美满的感觉。希望你来学喏啦，系莫阿慢些哦，阿妹莫见不腻啦。好嘞啦，莫再搁讲嘞啦，再搁讲下去真是就会变做干恰台币嘞错啊，等下太一家去报班了最莫要翕下相啦，还用买新的相机呢。阿 Q， 你今天可要帮我们大家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哦。呀我唔是谁，唔管大家全部按奖去准备相片了，且准备动奖。可惜没有帅哥来搭配我们这些美女啦。有乜个意思啊？就为你堂哥的意思啊。东东太过，水命 Q， 佢嫌了两三无拉斯文。你不要挑拨离间，我爱讲你啊。唔系我唔敢咩嚟讲你天生一对呢。马上让你天生一对。两情相悦。要给下个炒妞我要过一些方法来炒给大家试看啊。我是凤啊，你做的试看啊。阿 Q， 好现象继续加油加油弟呀，是牙错呀。是的，是的。好吃的最好吃呢。怎么好吃哎呀，辣椒的而且椒菜好吃呢你都其他咸的哇？怎么样嘛？好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OK 吧，OK 吧，好，给他。哎呦。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带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，夜光牵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书。